正义，需要强大的武功。皮侠客若有所思地从克克客栈走出来，行侠仗义多年的他，为了解救天下苍生，避免百姓落入邪魔歪道之手，他需要更强大的武功。而皮侠客刚从掌柜那探听到一副闪耀着神秘光芒的铁布衫，传说治山的秘籍就藏在当地客家智者的手中。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克克客栈，今天我们先别管什么治山治库治枪治仗啊，你听过哈嘎懒山吗？想要走过路过就认出傲骨嶙峋的客家人，看到蓝山包准没错，但这服装是专属于客家女性的，只有她们才能潮流时尚，彰显客家本色啊。有时候除了蓝山，我们还可能会听到冲山或是 Taikin 山这些名词，但它们其实都是指一样的东西，只是分别代表这种客家服饰3个很重要的特色。冲山当然就是因为衣服很长，整个长到膝盖去，当连身裙穿也完全没有问题。Taikin 衫则是在形容衣服前面开口的方式，这种衣服是右开大襟。By the way， 男性的衣服多半是对襟，中间对开，跟衬衫一样，帅，真的帅。蓝衫代表衣服的颜色，当时使用在布料上的颜色多半是蓝色，所以称为蓝衫。由于颜色是最快能分辨衣服的特征，所以蓝衫这个名称也是最普及、大家最熟悉的。这里我们就要来看看蓝这个字了。蓝，它的本意其实不是颜色，而是一种植物山兰，俗称胎墙，是一种可以提炼出染料的植物，在经文里面写成这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念，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在观察盆子里提炼的青草。后来我们就把蓝延伸去代表它提炼出来的颜色了。这种草本植物特别喜欢潮湿阴冷的地方，所以一般在丘陵地比较容易看到它的踪影。这不就跟早期客家人群居的地方一样嘟嘟好啊？所以咱们的客家人就呆散色散的成了蓝染高手啦。而现在武林中还有2个地方保有闪耀着神秘蓝色光芒的蓝山铁布衫的制作技术，分别是南方的米农镇和北方的三峡镇。米农镇给景行红还延续着客家传统蓝山的制作，而三峡镇给山公用文发下经费，也极力推广蓝染技术。虽然政府每年举办的客家文化活动，蓝山都是代表物，但老师傅制山的手艺一直没有好好传承。看来新一代的蓝山设计师要怎么将现代元素完美的结合传统的经典特色，让更多百姓体会闪耀着神秘蓝色光芒的蓝山之美，还需要各位武林中人一同努力了。说到这边，我们的皮侠客已经找到那传说中的客家治山老师傅了。在被皮侠客那行侠仗义的情操与圆润的大肚子感动以后，师傅决定传承铁布衫的奥秘，将制作秘籍交给了皮侠客。制作染染的过程，我们需要的有木盆、白布、醋、石灰、马。蓝染 DIY 组合包，而且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蛇道工法才能制成蓝染服装。第一是反强斗海，倒入染染剂搅拌。第二是偶关满印，把布泡在清水内，让等会浸泡染浴时会更好吸收。第三是逆汤冒水，开始染布浸泡5分钟，来回3次。第四是清洗脱锈，用清水洗掉染剂。第五是加油添刺，只好使出传说中的内饰了，吃假狗买。